再来新闻来看，台北市选举的消息，台北市长的选战，毕竟哪日两党候选人继续针对资济假付疫苗代志咧争论。这媒体人周玉蔻唔但批评资济是中共的挡路人，佫伫面册写讲，经过前行政院长蒋浩炎爱管好因后生蒋万安，若无才会公开往事，引爆选战的案外案。慈济是捐赠500万剂疫苗给台湾民众，稳定台湾民心的宗教团体，却被打成中共同路人。那我们绝对没有挡疫苗。我之前讲过，执政党不会去挡疫苗。台北市长选战闹来闹竞争，闹到两党候选人针对资济疫苗关键的问题继续争嘴。拜三一波进前的资济媒体人周玉蔻嘛加入战局，伫咧面册一篇报文，让大家看到案外案。报文内底，周玉蔻先背回家己对资济言论，和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无关系。话讲到党内经过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的老爸，前行政院副院长蒋浩炎，管好你迄个无长志、无出头的后生，若无得甲过去代志讲出嘴，尾个讲家己是蒋介温钱。啊，蒋万安是讲过去代志唔免阁提出来溜。这些都是过去20几年前的事情。我想现在大家认为的是，应该要将过去疫苗采购整个过程要还原真相。但是中嘛敢若切挂周玉蔻。各个媒体新闻人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，也代表他自己对自己的言论负责，不需要把谁跟谁勾在一起。我想这个是不好的啦。所以选战特别要紧，除了候选人家己选战规划，媒体人讲的话，嘛可能对选情造成大影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